哦，真轻快的一首歌，咱会甲去想象这个巴西迄种遮尔热情的民族，因哪唱歌哪跳舞迄种情形吼。来，咱搁来唱第二首，这首诗短啊，总是咱较无唱吼，较毋捌唱，姓诗108首，拄则是南美洲，即马变做是纽西兰的歌曲吼，咱请琴来弹一遍。上落尾的诗，咱原来来唱一遍吼，179首。这首诗是真荣耀、真欢喜、真快乐。伫落尾的诗，通常互咱参与礼拜的信徒是足要紧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主要差遣咱出去这个拜堂以后，一礼拜的生活会当为主做见证。
备心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得到懊恼，依照伊的大怜悯，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，捌定在生咱，来得到活的愿望。三甲来吟诗懊恼上帝，正诗42首，请起立。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以对圣神投胎，
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被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阿坐。三甲用启应文42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42篇，亚西的老树头的布影。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计划甲勇气的神，因为上主是伊的欢喜，伊要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请人。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，伊要用公义治理，豺狼甲绵羊为做伙大，牛仔囝甲狮为斗阵食。牛母甲熊为做伙食草，狮为亲像牛食草，食奶的婴仔为伫蛇的空口佚佗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因为对上主的认识会普及全地。同心来祈祷，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，万邦万国万民拢着来学乐你，因为你对阮大有慈爱。当阮受病毒、死亡威胁，落伫惊吓的时，当阮伫艰难、困苦、忧伤、感觉无盼望的时，主，你阿耳空听阮的恳求，你将来袂去杀阮。无论什么时，只要阮愿意找求你，你就互阮找到。你愿意听阮卑微的恳求，你有恩惠、有公义、有慈爱。阮的心神伫你得到安息的所在。你施大恩款待阮，救阮的骹免绊倒，救阮的目免流目屎。你是阮逃闪的所在，是阮的避难所。伫你的内面，阮找到平安甲欢喜。阮一生的福气拢在伫你。阮要学乐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知，阮的心思常常袂记伫你的恩惠。阮互世间的名利、地位、财色、知识，但永远要遐离开你，无过掠你做大。你教阮心失望，陷落伫自私、骄傲、败坏的罪恶中。总是主，你对阮的疼超越阮的罪过。找你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进入世间，用伊家己的血正做活祭，一摆献伊家己，拆离你，阮甲你中间隔开的张离，互阮信伊的人做得到洗清，通入圣所来亲近阿爸爸。这样的疼，长看悬深，超越世间拢总的疼。阮要学乐感谢你。主啊，阮毋知为虾米你允准全世界受病毒的攻击，侪人健康、性命、工作、经济受到影响。但阮相信你永远是世界的主、掌权的主。你的旨意超过阮的知识、财物，所以当明白。
愿你使用即摆疫情行新的事，引带人类认罪悔改，知影阮是有限的受造物，通谦卑活倒转，超找无限的神。主啊，帮助阮有受教的心，常常读你的话语，建立基督的生活，做阮活伫多变的世界不变的力量甲帮助。即时，阮所有奉你名组织的教会，或是线顶组织的兄弟姊妹，拢要来敬拜你，求你使用阮，成做宣扬你救恩的管道。阮恭敬拜列阮的祈祷，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写祈祷言，当写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力、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新约希伯来书9章第2节到第5节。因为有避放会幕，头前间叫做圣所，伊内面有灯台、甲基督、甲摆列的饼。第2个帐篱后，阁有会幕，叫做至圣所，也有金香坛，甲架2个包金的约柜，内面有藏玛纳的金瓯。阿伦布艺的拐仔，甲约的石碑2块，规顶有荧光的基路兵遮盖施恩所。即几项，当请免详细讲。请吴玉轩传道讲道，题目是亲近至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甲大家分享的经文，可能对大家来讲是平常时较无少的经文。平常时伫第9章，咱可能对后面可能是10节遐较有印象。对头前，毋知影大家平常时伫看的时阵，是有足详细的看讲，即段是咧讲啥，也是显显就过。但是讲到圣经中，其实有小块的经文，是咱平常时是感觉讲，这段到底是要讲啥？好像无啥清楚，毋知影伊的意思，毋知影读了到底要互阮啥物启示，互咱啥物启示？就亲像讲马太福音第1章，大家拢真熟，耶稣的家谱。可能大家一开始在读新约的时阵，第一个翻开家谱有够长，读了真正有够痛苦。我进前伫东海大海的时阵，有一个学长，伊是初信的。伊迄时阵咧聚会的时阵，有一届伊就讲，伊要伫1个月内面，将马太福音规本读了。我大家拢感觉伊即个性真好，拢大伊鼓励，讲你应该爱努力1个月就将马太福音读了。但是1个月了后，伫聚会的时阵，大家就问讲你马太读了后未？伊讲未，倒伫第1章。伊讲1个月第1章，讲对啊。每一工阴暗，翻开圣经，就是家谱，读就读到困去啊。第2工起来，我昨读的是啥物？袂记一啦。倒翻开，倒读一届，倒困去，安尼1个月过啊，倒伫第1章，就是无悟净。所以可能亲像家谱，也是旧约有真侪遐个律法，遐个在规定讲那个约柜的是偌长的。也是讲圣殿迄个门是偌宽，用啥物物件做的？可能遮个经文，咱咧读的时阵，真正无讲是较有意思，无亲像讲
从旧约有遮济个故事，有新约有遮济个教导，互咱读了心内真正有遮济个领受。所以遮个经文到底咱要安怎来读？安怎才会感觉讲遮个经文对咱的生命是有意思的？就亲像咱今日所看到的经文，在讲会幕，可能讲到会幕的时阵，大家拢诚熟，嘛会讲出诚济甲会幕相关的故事，大家一定会知影石盘。摩西摕迄两个石盘，这大家一定知影。嘛会想讲摩西石盘摕落来了，发生啥物代志？经有以色列人犯了诚大的错误。可能得互大家较侪时间呢，大家等于想讲得较侪故事，亲像讲约柜后来有互非利士人摕互抢走，那非利士人伊抢走了后，因伫遐有拄着上帝互因诚大的灾害，因为讲后摆啊，即个物件袂当留伫阮遮，很紧的先互以色列人。可能大家都会想讲大笔，伊安怎将约柜来压制伊的城？有诚济个故事，咱对约柜拢会想到，但是也是讲约柜有偌长，用啥物物件做的？可能大家印象都毋是较深啊。不要紧，我嘛袂记记。我想就是圣经内面讲圣殿有偌长偌宽，我拢无记。有一年讲大神的考试，就是考讲圣殿的长宽高。幸好我无去考，不然应该袂过。旧约考试来考圣殿的门啊是偌长偌宽，我全部拢无背迄。所以安尼经文对咱来讲，到底要互阮啥物的教示？安怎的启示？中都运用了上帝安怎的道理？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旧约是记载了因一切因的见证。因的信仰，上帝是安怎来引带因即个民族来成做伊神的百姓，并且是因拄着规个国家灭亡，伊的民族受掠，因家己的身份失去的时阵，因唯一会当掠着的，就是因都是属伫上帝的百姓，所以对因来讲，旧约是足重要的。旧约教示因，互因知影，早起时上帝有甲因立约，现在上帝犹原有接先知的喙，甲因应允讲，因虽然受掠，有一天因会回去。安尼的代志确实嘛发生啊，但是对因来讲，因古早时就是拄着一项足大的问题，因是伫上帝面前失败的民族。因虽然互上帝拣选，煞无遵守甲上帝的约，煞无遵守上帝的性格，所以拄着安尼的灾祸，并且今日到希伯来书的时代，到迄时阵，因的国家都还未恢复，所以对因来讲，旧约有一个足重要的启示是人的失败。咱人失败了要安怎？咱较少的部分是先知有应允讲，弥赛亚会来，会有拯救者，这是第一个应允。第二个，就是咱有时阵较无讲较详细看的，譬如说民数记、利未记，遐的律例、遐的规定，这个规定其实是证明讲。伫上帝的计划中，有一个圣洁的计划，是永远袂变的，是永远会当得胜的蓝图。所以虽然讲百姓失败啊，但是上帝绝对袂失败。上帝的计划倒伫遐，也是百姓愿意来军队，有一天因会当倒一届成做上帝神的百姓。这就是旧约，互迄时阵。遮会受掠的，遮会灭亡的，遮会伫罗马统治下面的百姓上大的安慰。所以，咱转来今日的经文，
咱看到伫迄壁的书，遐会听到道理的人，因其实对旧约拢真少，因知影先知有应允讲，有一日救赎者会来，弥赛亚会来，因所仰望的迄位要来，所以当因听到耶稣的福音的时阵，因知影时间已经到啊。虽然等了400多年，遮久的时间，但是应允的时间来啊。但是听到了后，都有一个问题，对，正是应允的时间，但是咱所等的主是倒一位？是倒一位？咱要注意到，遮的人其实甲咱同款，因有听到耶稣的福音，但是因无亲目看见耶稣，无耳孔无真正听到耶稣讲的话。因是听到的是使徒甲遐的门徒所传的见证，因听到后，因会感觉这确实，但是因对耶稣的身份都无明白。因想讲，上帝应允的弥赛亚应该爱是先知，爱是国王，都爱应该是祭司。安尼耶稣是先知，这无问题。听伊的见证，伊绝对是先知，这会当。是王，这嘛无问题。伊是犹大的子孙，这绝对会当做王。但是，伊是祭司吗？因心内都有疑问啊。祭司毋是应该爱是利未人的子孙吗？耶稣毋是的。安尼，咱所仰望的教圣，毋是这位。耶稣当时当一个使者尔，来传信息尔，咱倒爱等别位的。所以，迄壁的书的作者伫遮上重要，规本册上重要的，就是教示因讲，耶稣就是因在等的迄位。当然，伫迄壁的书头前有真侪部分在讲即项代志，包括伊有讲到麦基洗德，这伫今日咱可能无较少的名。其实麦基洗德伫旧约才出现2概念。伫创世纪甲诗篇各一解都无啊，但是对迄时阵听到这话的人来讲，麦基洗德是因一个作小的观念，因为因有期待讲有一位顶受麦基洗德的国王，都是祭司的人，要正做弥赛亚来拯救因，伊就是上帝要差遣的迄位。所以作者就讲。耶稣就是迄位，恁爱知影，因为麦基洗德伊嘛毋是利未人的子孙，伊替咱的祖先亚伯拉罕祝福的时阵，伊比亚伯拉罕倒较早前的，伊毋是利未人，但是伊会当替亚伯拉罕祝福，会当替亚伯拉罕来献祭，所以伊会当成做上帝的祭司。那今日。耶稣共款嘛是成做上帝的大祭司，所以恁着爱信，即位耶稣就是恁咧等的迄位。到遮可能会有听到哦好，耶稣就是迄位，安尼耶稣要做啥物？这因嘛毋知，所以作者着对因捌的物件来甲因教示讲，古早时上帝是。安怎伫旷野甲恁立约的？现今耶稣嘛要用伊的血甲恁立新的约，这约要将旧的约完全都较新，所以伊就开始讲过去伫会幕中有发生啥物代志。讲到会幕，可能大家上少会当约几尔。其实咱在讲会幕的时阵，会幕代表的是当初摩西就西奈山的时阵，甲上帝立约规个过程。会幕就是伫重新显现迄个神甲人、上帝甲人相拄的时间。伫会幕中，每一个物件所摆、所藏的方位，拢代表伫西奈山。摩西是安怎就山来找着上帝？
安怎来甲上帝有关系，并且百姓是安怎甲即个上帝甲人相拄的时间来成这上帝神的百姓。所以，当犹太人看到会幕的时阵，因就会想到讲，伫过去伫西奈山，因有拄着上帝的荣光；现在伫会幕，上帝嘛甲因伫地；伫以后伫圣殿的时阵，上帝犹原甲因伫地，并且到以后虽然讲约柜无去啊，但是因知影早起是上帝甲因伫地。现在上帝嘛应该有甲因伫地，对安尼，伊对会幕来解说，互因知影上帝是甲百姓做伙的上帝。安尼耶稣嘛是，所以并且伫第9章第2节有讲到一个饼，可能大家看都看过啊。伫约柜头前有放一个饼，迄个饼。有就是分12个宗支派，拢会将饼放伫约柜面前，叫做上帝面前的饼。这饼可能大家有印象会想到讲，大卫咧逃走的时阵，毋是祭司有摕饼互伊食，就是迄块。这饼代表什么代志啊？伫约柜头前的饼，其实迄时阵犹太人在读到的时阵，因就会想起讲。伫西奈山的时阵，上帝有甲摩西、亚伦、甲以色列人的长老做伙食饭。伫出埃及记18章12节的记载，即时阵上帝甲人来享受一个足丰盛的食物，所以在看到即个饼的时阵。人就会想起来讲，上帝过去伫旷野，不只是有玛纳，互咱食饱尔，上帝并且是甲咱伫地，甲咱同道食饭，是一个甲咱有关系、关心咱的上帝。对安尼，都延续到迄时阵的耶稣，咧读即段经文，人就会想到讲，耶稣是安怎做的？耶稣伫旷野共款的旷野，伊将五块饼、2条鱼，有饼无鱼？五块饼、2条鱼，互遐个5000人食饱。耶稣嘛甲遐个百姓来分享食物，来快乐，并且伫最后的晚餐的时阵，耶稣将伊的血来立新的约，就亲像古早时。上帝伫西奈山甲百姓立约，今日耶稣伫同款的所在、同款的模式，嘛立新的约。所以，为什么作者爱一直听讲古早时发生啥物代志？因为上帝应允是无变的，古早时发生的代志，现在嘛要发生，以后嘛犹原是安尼。所以。对安尼，听的人应爱信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伊过去是安尼做，伊现在嘛是安尼做，所以耶稣的救恩是恁会当信、会当跟对的，这是真正的救恩。不只是迄时阵的百姓听到，迄时阵的会友听到，到咱今日同款的应允、同款的约，嘛甲咱每一个人做伙，就亲像讲，咱伫教会每一届圣餐的时阵，每一届爱宴的时阵，甚至是伫厝内每一届食饭进前的祈祷中，咱倒一届经历着上帝甲咱同在。咱伫食饭的时阵，上帝嘛甲咱同在，上帝的恩典甲伊的约永远无离开阮。所以，这嘛提醒一个足重要的问题：为什么咱今日都爱读旧约？可能有的人会讲，咱信仰的中心是耶稣，安尼咱读新约就好啊。咱知影耶稣是救主就好啊。旧约对咱来讲，歹读就煞，并且
内面的内容，甲咱到时无啥物关系。安尼，咱为虾米都要读呢？因为也是咱无读旧约的话，咱对救恩的认识，咱对上帝的计划认识，就是有欠缺的。咱爱读旧约，咱才知影，伊早起时上帝是安怎来竞选，安怎来计划一个救恩的计划，到耶稣的时阵是安怎来完成，并且对旧约，因为耶稣的因为上帝的应允永远无免改变，到今日咱嘛会当相信讲，耶稣应允的拯救，甲伊的个人嘛会应允，嘛会实现。所以，咱对旧约，咱才知影，咱所信的是有根据的，咱所信的是可靠的。所以当使徒在宣扬耶稣的道路的时阵，初代教会的信徒其实因毋捌亲眼看见耶稣，因嘛无听过耶稣讲话，但是因为因有旧约，当使徒因讲了后，因就明白耶稣就是迄位，就是因在等待的迄位，就亲像使徒行传14章11节所记的。因为因注意受道理，逐日查考圣经，看遮的事，果然有安尼也无。因为因对圣经，因迄时阵倒有旧约尔，因对旧约因就知影，使徒所传的是真的，所以即个道理是会当信的，是会当跟对的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传承。旧约是对早起时对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，爸母传互囝，传互囝那个，爸母传互囝孙，安尼一代一代传，并且故事安尼传，每一代一切的人拢知影讲，因是受拣选的百姓，因是真正上帝圣的子民，安尼。因伫患难中，伊嘛知影有一天上帝会拯救。安尼对希伯来书遐个听到道理的人，伊嘛知影，因是耶稣所拯救的百姓。虽然因正拄着患难，有一天因有格外的盼望，所以因所面对的状况，大家拢知影。罗马帝国安怎会对待因？因面对着野兽的喙。面对着世界，面对着刀剑，因拢无惊啥，因为因知影因所信的，迄位一定会互因格外的盼望，所以互因对因的见证来兴旺。伫今日安尼共款的福音，继续来流传。一开始伫以色列，伫罗马。后来到北方，到英国，到法国，对遐今日，咱嘛听到同款的福音。这个福音一直流传，传到咱100年进前，马街对淡水将福音传到这个所在，到今日福音，咱继续来流传。咱会伫饭岛进前对囝儿讲，咱的祖先是安怎来领受这个道理，安怎来见证上帝的救恩。爸母会来讲，伊一生是安怎互上帝的信心蒙着，安怎来得着救。阿公阿嬷会对孙仔讲，伊一生是安怎经历上帝的丰盛甲带领。这个上帝是咱会当来信的，是咱一生会当来跟对的。对安尼，咱继续将这个故事讲落去，直到主过来的迄一日。虽然咱已经等2000多年啊，咱毋知主倒一天才会来，可能是明日，可能倒爱等真久，咱毋知。但是咱要做的代志，单有一项尔。就是继续流传这个充满救恩的故事，互咱的子孙，
互倒遐侪人知影，因有国外的盼望，有一个上帝会拯救因的性命，会拯救因一切的意义。直到耶稣过来迄一日，这个故事才会写了，才有一个恩定。到迄日，咱就会伫上帝新的国来领受永远的活命甲快乐。咱三更压头的祈祷。至圣的主，你是早起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的旨意确实，对百姓的疼永远无变。对你的恩典，阮一世人要跟对你，来见证你的拯救，宣扬你国外的福音，互万百姓归伫你的名，有份伫你的国甲人光。愿你的圣神赐大气力，因带阮做你水的工。祈祷拢是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08首，请起立。奉献，请谢秀雅执事林婉莹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2点，本教会已经通过内政部宗教场所防疫计划申请，每场礼拜会当100人聚集，欢迎兄弟转来做礼拜。若会当听有华语的，也尽量参加第2场礼拜。第4点，小会定伫9月初5上午9点半要举行释教146周年联合礼拜。礼拜中要举行洗礼，请兄弟有备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即摆无举行圣餐。第6点，为着避免资源的浪费，教会赠送予会友的月历，采取登记制，1户1份，请伫9月26日前伫1楼公布栏登记，或是敲电话入来教会登记。肢体关怀。第3点，是富南先生德伦兄弟的老爸伫个8月20日别逝，定伫9月初4上午8点，要伫第2殡仪馆至今一厅举行告别礼拜，随后要前往平安堂举行安葬礼拜，请为遗族祈祷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公道。好，咱头拄仔看的告别礼拜的德伦吼，就是今仔日甲咱投影的即个同工吼，所以咱为着因全家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，互因伫备办即个告别礼拜的时吼，拢有上帝平安。因为德伦因即家吼，敢若伊信主吼，伊的妈妈伫几年前过身吼，嘛是基督徒，但即时是伊一个人信主，所以咱爱用祈祷关心来支持咱的兄弟。第2项报告就是咱拜三的祈祷会，甲咱礼拜的早祷会，咱拢已经恢复，所以欢迎兄弟姊妹会当来做伙来祈祷。咱来为着咱的肢体来祈祷。大先，咱为着咱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台湾的疫情会当渐渐会当来平息，会当较缓和，互咱恳求主继续带领。但是全世界也有真侪所在非常严重，咱恳求主的怜悯，也是为着阿富汗、缅甸遮个所在的政府人民来祈祷。第2，咱为着宣教师来祈祷，伫逐所在工作的宣教师，有诶因性命有危险，吼，特别伫遮阿富汗、缅甸的所在，咱嘛恳求主保守因平安。为着教会建堂评估来祈祷，恳求主那伊的引带，互咱会当真顺利来进行。咱嘛按算伫10月底要来召开临时会员和会，互咱嘛为着即项事祈祷。咱嘛为着带院的肢体俊生兄，吼，咱顶礼拜有一位瑞明兄，吼，是咱所熟悉的兄弟，伊伫8月15号过身，已经办理好告别礼拜，咱为着因的全家祈祷。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、邱玉姐、郭宗贵兄、庆和兄、秀恩姐、弟兄兄、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米兰姐、民主姐、盛渊兄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宏长老、阿淑姐、怡丽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志金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富美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佑庄兄、李翠老师、嘉禾姐祈祷。吼，咱嘛为着咱的亲人，吼，就是爱丽，吼，苏爱丽、国贤长老甲詹家老师的查某囝，伊伫今仔日暗时要转去法国来读册，吼，咱嘛恳求主保守伊一路平安。咱嘛为着咱的教会，咱中间有囡仔，吼，嘛伫9月初1要开学，
咱嘛恳求主保守，互所有遮读册囡仔拢会当真平安。所以咱开喙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，天元的中间，主，互阮会当对你来得到极大的救赎甲盼望。恳求你帮助，互阮透过祈祷，会当对你正得到搁较侪对你的认捌，搁较侪信心，会当伫即个世界行你爱阮所行的路。为着阮的世界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遮个伫阿富汗、缅甸地区，也是真侪即个天灾、疫情伫受害的，就恳求你的怜悯，互阮伫即个时阵会当真侪悔改，倒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恳求你的保守伫中间宣教的宣教师，互因会当做恳求主你甲因同在，也为着教会建堂祈祷，恳求主若合伫你的旨意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，主也恳求主你比方阮的心，互阮会当为着阮的事来祈祷，阮也为着身躯欠阮的兄弟祈祷，恳求你帮助，无论是伫病院、伫厝里疗养的兄弟，也拄啊是去亲人的水面兄、德伦，因的亲人，主恳求主你拢带领安慰因，主愿将阮伫无几工囡仔就要开学，恳求你保守，互因拢平安，也爱伊转去法国，恳求主你带领伊一切脚步，咱感谢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祈祷。阮相信这毋是阮外熬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你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死，你所留的宝血，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。主恳求你，互阮无惊吓，因为你已经为着阮牺牲献就你的性命，并且你搁活，所以阮相信阮所信的是搁真搁活的上帝，阮所信的是伫即个世界掌权的上帝。恳求主你赏赐，互阮有勇气、信心，会当跟缀你的话来行。阮要为着全世界来祈祷，无论拄着战乱、疫情、天灾人祸的遮个国家，主阮恳求你的怜悯，也伫即时，互阮看见阮家己的罪，互阮知阮爱来超找你，阮爱认罪悔改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各地伫工作的宣教师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因的安全，特别伫遮个压迫基督教的国家，主啊，恳求你特别来看顾遮的宣教师，赏赐因平安，也保守因所做的工。阮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特别阮有建堂安尼的一个愿望甲意向，恳求主你引带，若合伫你的旨意，恳求你互阮有勇气，也帮助阮会当来行安尼的事，恳求主你甲阮同在。阮也为着集体来祈祷。无论是失去亲人的随便兄的家族，也是德伦因的全家，恳求主你的安慰、你的保守，互因伫备办，也是伫处理了后遮个事的时，互因有心有平安。主也恳求你来带领伫病院伫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，互因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，保守因，互因有信心，无因为病情来失去愿望，互因会当掠着你。阮也要为着爱你来祈祷，恳求你带领，互伊伫今仔日暗时要转去法国读册，互伊拢有平安，也恳求你保守伊伫遐的学习。阮将兄弟姊妹，完全教会兄弟姊妹，无论伫在场，也伫网络做礼拜兄弟姊妹，拢仰望伫主你的手里。主，阮中间也有细囝伫拜三要恢复上课的，恳求主你赏赐因平安，也互因伫学校有好的学习。阮日常要工作的，也恳求你保守，互阮出入拢有上帝你的带领。互阮虽然伫即个时代，总是互阮会当仰望你、掠着你、按你的标杆来跑走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时来吟诗，圣诗179首，请起立。Thank you.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阿门。门。请坐。阿坐。快呀，快呀！就是啊，实在是